杀了你！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这辈子你注定是我的女人，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一定要把你找回来。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开门呐！小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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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吗？小峰，李欢，小峰在哪儿？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威胁他了？小峰到底怎么样了？小峰是你叫的吗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是小三，第三者。快点告诉我，告诉我小峰在哪儿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峰峰不会离开我。我要杀了你！你杀我？1000年前你就把我给杀了，现在你还要杀我？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，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！你居然记着1000年前的事情，你根本不是叶家，你是正义！究竟在哪儿？你是不是把他给杀了？对，我不但把他杀了，我还要杀死你这个不守清规戒律的淫僧！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？李欢，猪猪，喂，看到桌子上吃的了吗？我正在吃呢。还是你最好，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那必须的。哎，汤喝了吗？都已经喝完了。哦，
点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我知道啦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好像有电话进来了。哦，那我在线等，你快点啊。猪猪，你说吧，没事了。那么快，你都没接吧？什么人啊？无关紧要的人。是那个李欢吧？他还有脸打给你啊？哎呀，不是他。那谁啊？喂，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哎，难道是那个天才博士叶佳？哎呀，冯冯，你别不吭声啊！别说了，说点别的吧。为什么不说啊？你那天一直念叨叶佳叶佳，我已经觉得很不对劲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再提他俩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我呢，要是下班早的话，我就过来看你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叶博士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遇到一个人发生点争执。打架了？报警没有啊？刘强，我没事。哎，对了，有位小姐在找你呢。她在哪儿呢？在外面呢。你就是叶佳？这位小姐，你是？我是猪猪，我是冯冯的闺蜜。那你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吗？猪，小冯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我没事，就是关窗帘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。我还要工作呢，就不陪你聊天了。你回去吧。哎，我来找你不是跟你聊天的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以为你……我知道你工作忙，回去吧。你也看见了，我没什么事。小凤，我之所以前几天没有给你打电话，是因为我想静一静。因为你和李欢的关系吧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就好像我跟你也没有关系。小凤，叶佳，该死的叶佳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你不是我的家业，你不喜欢我，要不怎么这样就走了呢？你会不会再来敲门啊？
我先扶你进去。那天我摔伤了，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我还以为自那天以后你就不理我了呢，所以我就决定也不理你了。小凤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跟李欢打完架以后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你和李欢住在一起，我心里感觉很不舒服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。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实验室晕倒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才看到你打的电话，我就感觉到你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。但是当我再给你打过去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就已经关机了。我心里感到很不安。这2天我也特别着急，我以为你被李欢害了。小凤，我有一套别墅，现在基本空着，没有人住。你搬过去和我一起住吧，这样我照顾你也方便。不用了吧，我马上就快好了。那也不能没有人照顾你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先坐这儿好好休息，我去帮你收拾东西。夏夜，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语气，这样的神态。夏夜，我的夏夜，为什么每次见到你，我就一点免疫力也没有？